嗱，大家記住啦，未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嘅朋友咧，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嗱，另外啦，我哋分享免費資訊嘅 WhatsApp 咧已經換咗新嘅啦。嗱，各位朋友，如果想收到我哋免費資訊嘅話咧，咁啊記住啦，加我哋新嘅 WhatsApp number 啦。好，咪啊咁啊，今個禮拜三啊跑9場賽事啦。嗱，我有2匹搏殺馬咧，同大家分享嘅。咁啊，講馬之前咧，亦都講下啲題外話，因為有好多朋友咧，就好似啱啱個賽馬又咁啦，足月1.4倍咧大熱倒做，咁啊好多嘢都會令人諗到好陰暗嘅一面啊，係咪做馬霍雲星又輸熱門咁？因為大家知霍雲星熱門嗰個即係輸嘅機率咧都幾高下嘅，咁好多朋友都會咁樣諗啊。嗱，我以自己其實我有一段時間係飛咗喺澳洲嗰邊居住，咁咧亦都有時咧都接觸係好似一啲合法嘅樂藝公司啦嚇。其實當然啦，大家都知道佐治之前都有講過嘅，香港咁有啲玩法係唔玩得嘅，即係普遍大家講嘅食馬啦，但係人哋喺嗰邊係好盛行。咁亦都好影響咧而家嘅風氣。咁其實咧可以講咧，而家就冇話以前咧嗰個做馬睇得咁大，因為點解咧？以前咧要好即係好大工程先話做一隻馬去贏。咁而家唔係啦。咁你好多騎師都係個體戶咁自己做低自己隻馬機，可能有錢收啊！我冇話喺香港啊嚇。咁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呢啲事發生嘅，澳洲有美國都有嘅就係少啲，就喺日本就少啲。我聽聞就係嗱，不過咧喺大賽方面咧嗱，大家就唔需要諗咁多嘢。喺大賽好少話做馬，講真。第一就係如果你係一個騎師，起碼要有足夠份量。贏到某啲大賽，人哋先會揾你騎平嘅騎馬噶嘛。如果你連大賽都輸嘅，你坐騎流失率高嘅，你根本就冇可能人哋會揾你做馬，係咪啊？首先要做得馬嘅個騎師一定有一定能力唔係榜首都係排第2、3噶啦。因為點解咧？而家嘅玩法食馬嘅係熱門先有用噶嘛，冷門冇乜用噶即係你可能大熱啊、次熱、第3熱，可能有人睇中你可能有啲古惑嘢會出。但係如果唔係嘅話，你係嗰啲10幾20倍嘅冇意義嘅，成件事變到而家唔會話即係嗱，以我所知唔會話要搞好大個龍鳳先做一隻馬，唔會有呢啲嘢，尤其是大賽。大賽第一獎金豐厚，第二你得罪某啲幕後，又或者得罪啲練馬師，咁你其實係可能你玩到嗰場，但係打後你都冇馬騎啦所以咧騎師唔會冇呢啲咁嘅風險。好啦，第二樣嘢啦就係啦，點解香港經常性俾人睇中點解會好多時出閘都落飛總之好多古靈精怪嘢，因為第一大家都知㗎，香港彩池咧就好大嘅即係可以周邊投注都可以落到香港彩池。而家尤其是所謂嗰個係嘛匯合彩池啦呢啲嘢，做嚟都係多鬼餘㗎啦。好啦，另一方面就係可能大家冇心去諗嘅，就係其實香港嘅低巴馬普遍比所有外國嘅賽馬都高嘅投注額，因為咧香港嘅賽馬咧係以即係博彩為先。如果係外國嘅話咧，係某啲可能啲大賽，尤其是好似日本咁咧，係大賽嗰啲投注額偏高。香港都可能高，但係個比例上咧係低過其他賽事好多。即係例如香港嘅例如你跑場一哩錦標同一場5班賽，嗰個投注額可能高，但係問題就係個比例好低嘅。但係如果喺外國咧，例如跑一場1級賽同一場普通賽咧，哇，嗰個比例咧何止10倍，唔止㗎。所以咧喺香港咧，基本上人哋睇中嗰啲場次咧，唔需要喺啲大賽入面，可能係啲4、5班馬咧已經夠做。所以大家咧日後咧，我相信講完之後，有啲朋友會明白咧，就係
做馬其實現世代嚟講咧就唔係好盛行嘅啦，基本上你話個別拉一隻馬咧係成日都會發生，但係你根本你就一場馬可能有幾隻咁個個國家都會有㗎啦同埋咧大家記住啦其實大賽唔需要諗咁多嘢㗎，個個都係全力以赴，夠跑夠跑，唔夠跑就唔夠跑。嗱好啦，今日咧有兩匹搏殺馬咧推介俾大家。第一匹咧就係第3場4班1200米。呢匹馬咧上一次咧就黃寶利騎嘅咁但係咧嗰日咧練馬師咧就出咗4匹馬。喺頭之前即係出呢匹馬之前咧就出過2匹馬，但係咧個練馬師嘅夫人咧就冇落場睇馬嘅。但係一到呢隻馬落場咧，個練馬師夫人咧就行落沙圈，非常之緊張。要講嘅就係咧第3場4班1200米6號呢匹比特星。呢匹比特星咧上一次黃寶利騎臨場咧8.7倍半冷門嚟，因為始終咧轉倉第二仗前一仗咧跑泥地都唔係近不過呢匹比特星咧佢正贏埋嗰仗咧就係谷草1200米，贏啲對手雖則唔係話好厲害，但係都算中堅，例如龍雷神太保咁樣。呢匹比特星咧上一次咧就擺喺前面就其實放得好好，冇點樣跑錯。輸俾輕功眼藍咧，其實就係呢個檔位同埋可能騎師嘅少少分嘢啦，冇乜所謂。最重要咧，呢匹馬咧係非常之重視佢。今次咧其實咧黃寶利都有親操，我估計本身都係俾黃寶利，因為黃寶利就啱啱賽馬傷咗嘛。跟住臨時拉夫揾到潘頓。呢匹馬咧係求交代嘅搏殺格局嚟嘅。同埋咧潘頓跑佢咧就未必話盡放，留喺2、3位最好，因為咧呢場馬咧我睇到咧有呢個金運來啦，中蘭精英啦，都可能咧擺喺前面走，所以比特星咧稍留2、3位咧，我覺得咧佢今次咧食糊即係食糊嘅機會咧都幾大下嘅。好啦，第二匹啦，第二匹咧。呢位騎師咧出唔出席到咧？騎師邀請賽咧都好睇呢匹馬咧嗰個機會。要講咧就係第9場，第9場3班1200米。呢啲場馬咧估計大熱門咧就落咗喺潘頓嗰隻天星身上。我要推介嘅就係5號呢匹啦，安康萬里。呢匹安康萬里咧上一次都7.8倍，跑到第2，但係咧上一次係隱含輸俾隱背。但係咧上一次咧其實都違反啲馬性，因為咧呢匹安康萬里並非放頭馬，上一次係放頭啦，冇馬放。今次唔同啊，同場咧好多快放馬，唯有9號燭光晚餐啦，11號不地烈馬啦，12號幸運星球，全部都係要快放揾食嘅。最大敵人應該就係天星啦。點計仲有啦，1號嘅嘉樂龍區咧，佢贏完之後咧個操練咧有少少問題，就係唔係好積極嘅。另外啦，升班上嚟嘅6號輕功猛男點樣計嘅？暫時級數都唔係安康萬里嗰個皮啦。朝朝醒上一次排過3檔，跑翻個第2，但係今次排過7檔，點都有啲影響。所以咧，我覺得呢匹5安康萬里咧，除咗步速上咧，對手咧絕對都唔係話十分之多底下咧，我覺得呢匹馬咧絕對可以坐位望贏。何澤堯咧同阿周俊樂咧就鬥緊呢個國際騎師邀請賽華人席位，但係呢匹馬對何澤堯非常之緊要㗎，因為第一對手唔多，步速又啱跑，上一次係搏失咗，鬥志又旺盛。何澤堯咧個神貨亦都親摸咗2課，重視到飛起啦好啦，今期推介呢2匹搏殺馬俾大家起碼希望就幫到手最緊要